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可福音第11章，耶稣甲门徒特别到耶路撒冷，来到橄榄山山脚的必发期，甲必大年的时，伊找2个门徒，甲因讲：恁去对面的庄舍入去，随时会看到一只毋捌互人骑过的驴仔囝伏伫遐。恁甲伊偷开，牵来遮。若有人问恁是安怎安尼做，就甲伊讲，主要用伊，连边话阁牵转来行。因去看到路边有一只驴仔囝伏伫门口，就甲伊偷开。有一寡徛伫遐的人问因讲：恁偷驴仔囝要创啥物？因照耶稣所吩咐的，甲因回答，遐人就准因牵去。因牵迄只驴仔囝来耶稣遐，将家己的外衫铺伫驴仔顶，耶稣就爬起哩骑。有真侪人用因的外衫铺伫路呢，嘛有人对野外插树花铺伫路呢，甲伊欢迎。正行后地的人大声喊：和散那，奉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特别来，咱祖先代表的王国应该受称赞。至高的上帝，和散那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入去圣殿，逐项看一lần，因为天已经暗，伊就甲12使徒出城去伯大尼。隔日，耶稣甲门徒对伯大尼出来的时，耶稣腹肚枵，伊伫远远看到一丛有真侪叶的无花果树，就行活去，要看有果子，也无。伊行到遐，树顶叶仔以外，拢无看到半项，因为毋是无花果的季节。伊就对迄丛无花果树讲：永远无人会阁食你的果子。伊的门徒拢有听到。后来，因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入去圣殿，起手将伫殿内得买卖的人赶出去，搁车倒换钱的人的桌，甲卖粉鸟的人的椅。伊嘛毋准人摕物件，用圣殿做通路，过来过去。伊教示因讲：圣经减无记载，我的厝要叫做万民祈祷的殿，恁煞甲伊变做土匪仔窟。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听到，就一直想办法要害死耶稣。毋过因惊伊，因为群众对伊的教示拢真感服。黄昏的时，耶稣甲门徒出去城外。过早起，耶稣甲门徒对遐经过的时，看到迄丛无花果树规丛拢倒去。彼得会记得，就甲耶稣讲：辣比，你看，你咒诅迄丛无花果树已经倒去。耶稣应讲：恁着信上帝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什么人对即座山讲：起来，去填海，伊心内无犹豫，信所讲的一定会实现，嘛会安尼互伊实现。所以我也甲恁讲，恁祈祷的时，无论求什么，信已经得到，就会得到。恁徛伫祈祷的时，若对某人心有不平，就甲伊赦免，安尼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的过失。因搁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伫圣殿底行的时，祭司长、经学教师甲长老来伊遐，问伊讲：你靠什么权柄做遮的代志？什么人互你即个权柄来做遮的代志？
耶稣甲因应讲：我要问恁一句话，恁甲我应答。我才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做遮个代志？约翰说的权柄是对天，也是对人来的？恁甲我讲。因互相议论讲：咱若讲对天，伊会讲：安尼恁是安怎无信约翰？毋过咱若讲对人，恐惊群众反感，因为因拢想讲约翰真正是先知。因就应耶稣：我毋知。耶稣就对因讲：安尼我嘛毋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做遮个代志？